如果麥東識得講嘢，佢可能會知道自己點解會獨自出現喺街頭，亦可能會知道到底發生過什麼事。2026年7月13日，本團接收咗一隻大約1歲嘅雌性唐狗，並為佢改名做麥東。早前麥東喺澳門賈伯樂提督街一帶被市政處捕獲，其後送到市政狗房接受觀察同照顧。佢身上冇晶片，等待期間亦一直冇人前來認領。不過同部分長期喺街頭流浪嘅狗狗相比，麥東似乎有啲唔同。佢嘅毛髮相對整潔，面對人嘅時候亦冇明顯抗拒，性格仲比較親人。從呢啲細節推測，麥東可能早就習慣同人相處，甚至曾經擁有過一個家。只不過佢點解會獨自出現喺街頭，又曾經歷過啲乜，已經冇辦法再求證。完成相關觀察同程序之後，本團將麥東帶返犬舍，並安排佢接受身體檢查、疫苗接種同日常護理，陪住佢慢慢適應新環境。對只有1歲嘅麥東嚟講，往後嘅狗生仲有好多可能。希望有一日佢可以遇上一個真正珍惜佢、願意陪伴佢嘅家庭。